哥林多後書，哥林多後書第1章。我是保羅，我奉上帝的旨意，做基督耶穌的使徒。我老我道的兄弟提摩太，寫信呢，本在哥林多上上帝的教會，流傳亞該亞所有的聖徒，願我道的阿爸上帝，老主耶穌基督，賜恩典平安本你道。頌讚歸本我道主耶穌基督的阿爸上帝，佢係慈愛的天父，也係賜一切安慰的上帝。我道在各種的患難中，佢安慰我道，本我道能用佢賜本我道的安慰，去安慰在各種患難中的人。因為我道有份基督的各種苦難，像安樣，我道也通過基督得到千多安慰。我道那諸多苦難，係愛本你道得到安慰，得到拯救。我道那得到安慰，係愛本你道得到安慰，同時得到力量來認輸同我道所諸多同樣的苦難。我道確信你道唔會使我道失望，因為我道知，就像你道分擔我道的苦難，你道也會分享我道所得到的安慰。兄弟姊妹啊，我道無愛你道唔知，我道頭擺在亞西亞省所諸多的患難，責在我道身上的重擔，超過人所能負擔的，害我道連生存的希望也無得去。我道感覺到像已經本人判死刑，因為安樣，我道知，我道做唔得靠自家，一定愛靠使死人復活的上帝，其實救我道脫離死亡的危險，將來還愛拯救，只愛你道用祈禱幫助我道，我道確信將來佢也會拯救我道。安樣，有幾多人為我道祈禱，就會有幾多人因為我道的蒙恩來感謝上帝。我道所誇口的，我道的良心所證明的，就是在這世間特別是對你道，我道是用上帝所賜的單純老神虔來做人。我道安樣行，是靠上帝的恩典，唔是靠世間人的智慧。我道寫本你道嘅，是你道所能讀、所能明白嘅。你道寫下對我道有唔了解嘅所在，我希望你道最後會完全了解。安樣，在我道嘅主耶穌再來嘅日，你道會因為我道來誇口，像我道因為你道誇口一樣。我既然有這種嘅確信，早就計劃愛先去訪問你道，本你道得到加倍嘅祝福。我去馬其頓嘅時，原來計劃愛先對你道幾位經過，然後對馬其頓轉頭，再去你道幾位一拜，好本你道幫助我去猶太。我安樣計劃，乜人能批評我無慎重呢？敢講我安樣計劃係出於此時，一下講愛，臨時又講無愛，是非不分嗎？我指信實嘅上帝講，對你道講法，我唔是一下講係，臨時又講唔係，因為我是啦，老提摩太傳本你道嘅，就是上帝嘅來嘅耶穌基督，佢並唔係係，又唔係嘅，點到佢就是上帝嘅係。上帝一切嘅應許，全部在基督嘅身上上咗係咧，所以我都通過佢講阿們來榮光上帝，在基督地位，使我都老你道相強得到堅固，又使我都生發出來嘅，就是上帝，係佢在我道身上證現，又使聖靈在我道心內，做佢為我道所準備一切嘅擔保。我求上帝作證，我那講法了，佢會接返我無去哥林多，
係寬容你哋，我哋唔係愛勉強你哋信馬嘅，顛倒係愛同你哋合作，本你哋歡喜，因為你哋在信仰上已經企穩。